Hello，大家好，我係 Louis， 歡迎大家返到嚟不曾遠去的硝煙嘅頻道。今日我哋要嚟傾一個非常沉重，但係又必須要面對嘅問題。今年6月，以色列空襲伊朗，全世界都等住睇好戲。結果呢，以色列不偏不倚咁樣，正確咁消除咗伊朗嘅高層、軍事重地同核設施，精準到好似做手術咁樣。呢啲其實就係所謂嘅智能武器，例如講JADM 嘅精準炸彈，大概1萬幾嘅美金一個，可以將傳統嘅炸彈變成導彈咁樣嘅精度，誤差到只有5米。或者以色列嘅斬首行動裏邊出現咗好似好精準咁打擊一棟樓嘅其中一個槍，呢一啲證明咗乜嘢啊？呢一啲都證明咗以色列嘅國防軍絕對有能力進行外科手術式嘅打擊，好似外科醫生咁樣切除病灶、保留器官。呢個其實係一個選擇題，到底為咗戰爭嘅勝利係要殺10萬嘅伊朗平民，定係100個伊朗高層？以色列用行動回答咗呢個問題。但係當我哋將鏡頭轉向加沙、轉向巴勒斯坦嘅時候，呢個答案就好似調返轉。根據巴勒斯坦相關嘅數字顯示，而家有差唔多4萬個平民死亡，加埋失蹤同埋被瓦礫埋下嘅平民，數字可能高達4萬到6萬。當中有好多係婦女同兒童，佢哋都係本來可以被避免嘅犧牲。如果講打伊朗係外科手術式嘅打擊，咁打巴勒斯坦係乜嘢啊？冇差別嘅格鬥，定係冇差別嘅屠殺？呢一次就係要我哋嚟去探討嘅核心問題。我哋成日聽到有種講法，話巴勒斯坦人係抵死嘅，佢哋自己揀咗哈馬斯㗎嘛。佢哋喺2006年就選咗哈馬斯啦。呢種將所有罪責歸咎於一個群體嘅論調，聽落好似好直接咁，但實質上佢係一種非常危險同埋虛無嘅邏輯嚟。不如我哋返去歷史最基本嘅事實。當年嗰場選舉離依家已經差唔多20年啦，成整一代人從來都冇再有任何政治選擇嘅機會。你用一個好多人出世前或者細個嗰陣嘅單一選舉結果，去合理化對成個族群，包括婦女、兒童、老人嘅無差別攻擊，呢個喺邏輯上係完全講唔通㗎。同樣道理，希特拉都係民選上台㗎。日本帝國喺走向軍國主義之前，都曾經有過議會選舉。如果照咁講，係咪意味住當年對德國、日本平民嘅屠殺都變得有晒正當性呢？戰爭最恐怖嘅，從來都唔係武器嘅破壞力，而係理性嘅崩潰同埋邏輯嘅死亡。戰略轟炸嘅謊言對平民嘅攻擊合理咩？仲有啲更進一步嘅辯解，就會引用二戰時期嘅戰略轟炸理論，試圖將對平民嘅攻擊包裝成一種必要嘅軍事手段。呢種思想源自杜克 Julio Douhet 嘅空權論同魯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 嘅總體戰概念。佢哋核心假設係透過大規模轟炸敵人嘅城市，摧毀佢哋嘅工業基礎，瓦解佢哋嘅民心士氣，咁就可以迫使人民起義，從而贏得戰爭。然而呢個俾無數生命驗證過嘅理論，其實一早已經俾人證明係一個徹底嘅失敗。大家可以參考下美國戰略轟炸調查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嘅檔案，佢哋明確指出，盟軍對德國城市狂轟濫炸嘅結果反而適得其反。佢哋唔單止冇激發民眾反抗納粹，反而因為共同嘅苦難同家園嘅毀滅，令德國平民更加同仇敵愾，更加依附喺國家嘅戰爭機器度。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 Robert McNamara 喺佢嘅回憶錄《戰爭迷霧》入邊，就用越戰嘅慘痛教訓，俾咗一個血淋淋嘅注解：戰爭必須遵守比例性原則。呢個正正就係區分一場戰爭同一個戰爭罪行嘅紅線。美軍喺越南戰場上曾經一度沉迷於擊殺比 kill ratio 呢一種冰冷嘅數字遊戲，但係佢哋就完全忽略咗每一次對村莊嘅屠殺都為越共催生出10倍、8倍嘅新兵。你殺死一個敵人，但係你製造咗一片仇恨嘅土壤。呢種看似高效嘅殺戮，喺戰略層面係徹頭徹尾嘅愚蠢行為。佢只會令你喺民心同意志嘅戰場上輸到一敗塗地。當然，總會有人抬出德累斯頓大轟炸或者廣島原子彈嚟做辯駁嘅終極武器，但呢種類比恰恰暴露咗對歷史嘅選擇性遺忘。德累斯頓轟炸喺戰後好快就被西方世界，包括盟軍內部，廣泛認定為一場不必要、殘酷嘅戰爭罪行。佢嘅爭議性遠遠低過原子彈。佢之所以不斷被提及，甚至喺部分歷史修正主義者
例如 David Irving 筆下被誇大，佢嘅根基恰恰就係在於各方都公認嗰啲死者係無辜嘅受害者。而關於原子彈，歷史嘅討論亦都遠非炸得好3個字可以概括。廣島嘅投擲仲可以喺加速戰爭結束嘅框架下進行激烈辯論，但長期嘅任務則係一次存在嚴重投放失誤，造成大量天主教徒等非預期目標死亡嘅悲劇。更重要嘅係，當年執行任務嘅飛行員同決策者，終其一生都背負住沉重嘅道德枷鎖，而唔係將佢視為一項值得誇耀嘅功績。從杜克嘅理論破產，到麥克納馬拉嘅懺悔，再到對二戰暴行嘅反思，所有嘅線索都指向一個結論：將平民作為攻擊目標。無論喺戰略上幾咁短視，喺道義上幾咁敗壞，佢最終都無法帶嚟真正嘅勝利，只會播下仇恨嘅種子，令暴力喺世代之間輪迴不息。以色列擁有住呢一個時代最頂尖嘅矛同盾，佢向世界證明咗自己有能力劃開最精密嘅傷口。所以當加沙嘅土地被鮮血浸透，當數以萬計嘅生命化為塵土，呢個就唔再係一個關於能力嘅問題，而係一道關於選擇嘅拷問。當尖端嘅科技賦予咗人類前所未有嘅精準打擊能力，但殺戮嘅規模同殘酷卻不減反增嗰陣，我哋究竟應該將佢歸咎於戰爭本身嘅無奈，定係應該直視嗰背後手握權力者所做出嘅冷酷嘅人性抉擇？呢個問題考問緊每一個活喺當下嘅我哋。我哋翻咗去最初嘅問題，以色列擁有21世紀嘅武器 F-35、JDAM、鐵穹，科技俾咗佢哋前所未有嘅精準度。但當我哋睇到加沙4萬幾逝去嘅生命，同埋嗰片不成樣子嘅土地，我哋必須要問：呢個到底係戰爭中不可避免嘅悲劇，定係手握權力者做出嘅冷酷選擇？到咗最後，除咗歷史嘅教訓同戰略嘅反思，我哋更加唔能夠迴避國際法同埋戰爭道德基本原則嘅審視。喺現代戰爭之下，即使係面對恐怖主義嘅威脅，例如哈馬斯，都必須喺國際人道法嘅框架裏邊進行，特別係對其中嘅區分原則同比例原則嚟去進行審視。區分原則要求交戰嘅雙方應該時刻區分戰鬥人員、平民、軍事目標同民用設施，並且只係將攻擊指向軍事目標。而比例原則就規定，即使係針對合法嘅軍事目標攻擊，佢所預期造成嘅平民傷亡或者民用設施嘅損害，都唔能夠超過預期所獲得嘅軍事利益。當加沙嘅學校、醫院、難民營接連咁遭到襲擊，成千上萬兒童被殺害，每一次咁樣嘅事件都將以色列嘅行動推向咗國際法嘅灰色地帶，甚至紅線警戒線。有時候我哋會諗嘅就係，當好似以色列咁樣嘅國家擁有住精確準打擊能力嘅時候，佢選擇去無視呢啲嘅法律同道德底線。其實呢種做法唔單止係破壞地區嘅穩定，都係挑戰緊成個國際社會賴以維繫嘅基礎。而呢種挑戰未來唔單止係喺道義上高，更加喺邏輯同埋事實上會對以色列造成影響。對於以色列嚟講，即使係擁有住最先進嘅武器，如果冇辦法喺道德同人心上嘅戰場贏得認可，咁樣嘅話，就算佢嘅行動聲稱點樣精準都好，佢最終都會輸咗喺全球範圍裏邊嘅敘事權，對佢長期嘅地位同埋安全構成更加深遠嘅影響。因為歸根究底，武器係可以摧毀肉體，但係冇辦法征服人心，而失去咗人心嘅戰爭，注定唔會有真正嘅勝利。至於戰爭點樣進行，以色列又能唔能夠最終打敗伊朗，呢個就好睇以色列能唔能夠避免佢哋喺加沙同巴勒斯坦所犯下嘅錯誤，睇下佢哋會唔會重蹈覆轍。咁呢，到最後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我哋頻道啦。咁就如果係行有餘力、有資金嘅朋友，都希望你哋可以 PayPal 或者係 PayMe 咁樣去過數去支持我哋啦。咁少少嘅心意無妨嘅。咁未必有咁多財力嘅，都可以去訂閱我哋或者分享俾其他群組或者朋友啦。咁然後到最後呢，我哋都要去感謝所有一直以嚟課金支持我哋嘅朋友仔啦。咁你哋嘅支持係我哋創作嘅動力啦。咁我哋希望亦都有多啲原創嘅內容可以回饋到俾所有粉絲。多謝晒你哋，我哋下次再見，拜拜。